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咧》，我是钟玉群阿群妹。第5月啦，有一个同温暖的一个节日，是送本阿妹的一个节日，就是呀母亲节。第5月的第2个礼拜日就要到了，唔知大家有想好生了要送妈妈乜嘅东西冇？生了要乜嘅东西，家就怎会注意喏？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啊，我本大家一条想法，一点刺激哦。大家做的想看啊，我生了要送乜嘅东西，较合适nhà嘅妈妈哦。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乜嘅喏，我同大家来分享法，来邀请到吼，客家嘅花艺师叫安到范茉莉，分享茉莉。大家好，我是茉莉。很开心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哇，分享茉莉来到业样旁嘅现场，其实6年前有送视讯嘅访问嘛，嗰陣時疫情嘅時節。係啊，我很記得。很記得2年前嘅時節，用網絡嘅方式用來訪問過，啊嗰陣時咪係講法，啊唔過禮拜冇強用，禮拜愛講送本阿妹嘅法。哦，對，現場沒有帶來，一盆像係雞卵糕，看到那個外包裝，就想講，這不是花啊，這個是我今年母親節為大家設計，跟我一個做甜點的朋友躲貓貓，跟他們一起合作做一個蛋糕花。那我今天帶來蛋糕花的下層的花的部分，我打開，我打開來幫大家看咯。好，所以係講。真正係同嘅雞卵糕嘅合作強下嘅話，嘅當背係蛋糕，當背係蛋糕，下背係花。哇，好酷哦！來打開了咯。好，哇，好漂亮哦！它這個下面還做成是透明的外圍。因為我想要讓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很漂亮，就提在路上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蛋糕花，吃了不會胖，眼睛吃蛋糕不會胖的蛋糕花。哇，很漂亮！嗰時候叫伊個動貼片的名，同大家講一下。我這次幫它取名叫做月亮圓圓粉紅月亮圓圓蛋糕花。粉紅月亮圓圓蛋糕花，對，因為母親節就是大部分的媽媽都喜歡粉色，所以我就想說要用這個蛋糕盒做一個圓形的蛋糕花。那剛好圓就是滿月嘛，然後而且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就是大家都說母愛像月亮，所以我就想說，那我給它取名粉紅月亮，对，粉红月亮，然后它是圆圆的滿月，因为我那時候設計的靈感就想說，那就用月圓，然後粉紅色，然後月亮代表母親的愛，然後設計，然後用一些粉色，媽媽很喜歡的顏色，粉色啊、紫色啊，然後加一點白色啊，還有一些線條的花彩，很可愛的小花。對，而且其實我看到底部整個真的是圓，從花器是圓的，花的形狀也是圓的，甚至連某 Q 用嘅髮感覺看起來也是湊成一個圓，就是大圓圓跟小圓圓一起組合的一個作品。底度我有認識咧有康乃馨，然後還有那個桔梗。对，桔梗還有乜嘅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很喜歡的幾個花材，一個是像這個紫色的是翠珠，它很有線條感，很像媽媽的名字。有天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媽媽有都翠珠嘅冇？有像翠珠姐這樣。對。然後另外我也很喜歡有一個春天的花材是這個蕾絲花、蕾絲球、蕾絲花。給你猜一猜，它是什麼菜的花？菜，對，它是菜。菜市場買的菜的花，某一個菜，感覺是小小的葉子。香菜。嘿，紅蘿蔔。蘿蔔。是真的嗎？對。所以我去俺媽媽嘅菜園地度，我去尋家嘅蘿蔔咧。對。
粉萝卜嘞，我看到它的花就是长这样吗？哎，真的啊？对对对，萝卜花、蕾丝球，我不知道哎，好漂亮哦。对，所以春天的时候就有很多花跟可以做菜，什么茴香啊这些花材，对。然后这也是我很喜欢的花。然后另外呢，翠珠、蕾丝球，还有一个花我也很喜欢，小小的很清新，它叫洋甘菊。哦，白色小小的菊花，它跟平常时英雄当中跟 Q 发膜买 Q 用，感觉它的花瓣数比较少一点，看起来很清新的感觉。对对对，我就想说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整个虽然它是圆，但是刚刚茉莉也有说，你会给它一点有线条感，让它整个美感变得很突出的感觉。应该是说，如果太圆，就会觉得有一点太呆板，所以我们会利用一些花材的线条，让这个圆看起来有一点，就是它是圆，但是还是要有点线条感。对，好有创意哦，顾寿，我觉得茉莉是一个灵感源源不绝会出现的人。古时候要不然就想讲，拄到配有给鸡卵糕，古时候就同鸡卵糕用它结合变成一个花礼。当个给鸡卵糕做的是下杯给饭做的送给妈妈，做的看1-2张礼拜就可以欣赏很久。但是不止这样子，其实茉莉有懂得给创意，所以她可以接受这个客制化的花礼，对不对？对，我常常接到一些就是朋友们或是客人们，他们会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做出特别的花。那你要说特别，不是说很大的创意或什么，但是就是我们会用一些心思在这个花的礼物上面。那我很好奇，可能每天是给头前观众朋友想来的，就是如果今天我去给妈妈有买个想法，或者是可能她喜欢什么花，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有没有接过类似要的送给妈妈给奇怪的特质或客制的花？有一次有一个客人就跟我说，他想要去看他的妈妈，然后但是他想象的是长长的海芋，他说我想要带着捧花去见妈妈，我不要很多复杂的包装纸，然后那个捧花我希望很优雅，然后他有跟我说，可以像紫色的海芋，然后加一些配花，然后它可以长长的立在那，送给妈妈，可以直直的放着，所以我就为他做了这个他很喜欢的这个礼物，有一点像新娘捧花，对，就像照片看到。对对，他特别说要直直的立着，对他想要直直的立着放着这样子，然后放拿在手上也很好拿，对，所以像这种就是客制的花，他很清楚知道给妈妈自己要什么，对，他要什么样的花这样子，对。然后也有一些客人会跟我联络，他会说我的花里面不要什么。这就是也蛮容易的，对，有一些会直接跟我说，我妈妈就不喜欢康乃馨，所以你千万花里面不要放康乃馨。哦，妈妈不喜欢康乃馨，对，大家就会说我妈妈喜欢什么对，芍药啊，什么花啊，但是就是不要康乃馨，对。就是各式各样的要求都可以。对，然后也会说我想要什么颜色，我想要什么色系，配色的。对，因为有一些妈妈可能不一定，大部分的妈妈可能都喜欢粉啊，对，红啊，看有些妈妈就喜欢黄啊、蓝啊，有一点蓝或绿啊、白啊，比较清新的。但这些要求都可以做到，因为其实松柏茉莉来到节目当中，没有同大家分享，就是用画作、用名画来做成花束。那是我有一集2020年那一整年的作品。对，所以就知道其实茉莉用色非常的擅长，单枪脱发、用色，甚至连抠场你还都可以被依照要求去开这个母亲节的花艺课程。对，之前有听说你做一个跟框框有关系的课程，对不对？对，那一次也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当妈，那一年第1年当妈妈。哦，对，所以特别感动，特别有感觉。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样去呈现这个很特别的母亲节？那因为现代我们都很喜欢拍照嘛，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做一个相框的感觉。
就是妈妈或者是孩子可以在框内，然后所以我就用就是上课就是花艺作品，对，就是像这样有一个框，然后很多那时候我还在上海，然后上海的那些客人妈妈太太们就对你看很可爱吧，他们就回家把他们上课作品带回家之后，他们的女儿就会入这个框里面拍照，他们很开心。就即便是一个开设的课程，一手抠赚豆腐卡还可以有别的应用，而且这个创意是你看你翕相就会拿个先生的表演案的板子这样子拍照，然后没有我们拿的是。这个藤框加上花框，对，然后像刚刚是看到是小朋友嘛，比如说也有客人他就抱着狗啊，抱着他家里他的家人，对，跟着家人一起，我就觉得那一次作品我就自己很喜欢，对，然后我故意用橘色。因为我就想要用一个比较有活力的颜色，就是跳脱出那个跟人家一般不一样的粉色啊、红色的这些表现。古手看哦，哇，茉莉有按到嘅创意。古手3號來嘅節目當中，我們會同大家來分享，所以有就創意嘅用版運用啲啊母親節嘅法地度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大家要轉到福起來咧，我喺做一件阿拳妹，有看到我一下就做好嘅衛生拳咧，因為我生下來就會來插花哦，有點害羞跟覺得困難。不會啊，插花很簡單。真的嗎？對，我覺得插花蠻簡單。因為大師有冇茉莉都投錢要來指導我們，係講一開始大家係講母親節上會來插一盆花盆媽媽嘅時節，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就是我行一批買花嘅素材，哇！黏的全部就會花，各種無可用嘅花啊，當初就看起來好漂亮哦，當初就懂上愛。对，所以当你去買花的時候呢，你可以先想一想，你今天要最重要，我是一定要買的是什麼花？你先把自己那一天的主角先設定好。那如果是母親節來了，媽媽又很喜歡那個康乃馨，那我就想，那就可以設定說，哦，我今天一定要買到康乃馨，這樣。那台灣的康乃馨是台灣產的康乃馨是像這樣子的，多頭的中康，我們叫它中康。中康是大中小的中，对，中康，这是台湾产的康乃馨。对，那我们选的时候就是会看说，哎，它的底部是不是会有没有黄黄的啊，还是很新鲜啊？要保持像这样绿绿的，对，绿绿的叶子，绿绿的，很有精神的感觉。对，很有精神。然后花就是一定是因为你想要插久一点，所以一定是选花带有稍微有花苞，但是一定要有这个花头。如果像这样子。完全没有的是就不会开，然后要这样子，真的哦，就是要像这种是绝对就是不会开，但是如果像这样子有花的，粉红色出来了，它就会开，对。好，那选花的技巧就是看叶子、看花苞，看个底部，对，看底部这样，然后选好你要的花材之后，主要的花材选好之后，你就可以想说，哎。那有什么可以当陪衬它的那个配角？对，那大部分的人呢，通常会第一个印象一定是说满天星，对。粉色跟白色很搭，而且它就感觉是一个陪衬的东西。满天星就是觉得很好买又很好搭，百搭款。对，可是就会觉得啊，怎么又是满天星？好像很常看到。对，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另外一个类似满天星的花材，翠珠姐嘛。对，刚刚有介绍的妈妈的名字翠珠。翠珠姐。对，她也是。圆圆的，然后很有线条感，它不是，然后而且它很耐哦。其实我觉得翠珠姐跟葱的花有点像，葱诶嘅花，葱花吗？葱诶就是它给开花嘅时间，它也是圆圆一朵花。对，但是这个圆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有一点一面圆，但是葱花的圆是
360度的圆。对，所以其实不太像，而且葱花有一个葱的味道。我想妈妈可能会觉得很喜欢，我自己也很喜欢擦葱花。哦，真的哦，葱花超耐的。原来葱花是真的可以擦哦。有啊，花市有卖葱花，葱花可以擦花。我不知道哎，哎，青菜公公哎，香港哎，妈妈搓也哎有看过葱的壳给发，我就想说也可以拿来插花哦。原来所以可以也可以插花。笔记。对，而且它花期很耐，这样。对，那这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翠珠。然后当你买好配花、主花配花之后，你就想想看啊，那我需不需要买一点叶子？对，如果你想要你的花的那瓶花看起来比较有一点设计感，或是跟人家的插花的感觉不太一样，我建议可以买叶子。那我今天给你准备的叶子是这个我认得，圣诞节会出现。对，我很喜欢用这个花材，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质感很特别，毛毛的。对，这个花材，而且它也是属于耐命的花材，就是它只要有水，然后它就可以很久可以。他们都可以很久。那这道给看起来有一些的像个莫兰迪灰给感觉，就是它的颜色就变得比较有质感。好，那我知道我归纳出来，亚白茉莉选择的主花是康乃馨，是比较偏粉色的感觉。然后配花呢，跟这个叶子都是有一点灰灰的莫兰迪的感觉。然后这样子搭配起来是很别出心裁的颜色，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有没有？在你脑袋里面的色系，立刻就把这3个加到脑袋里面的色卡字典。因为可能爱看到呀粉红色，感觉想讲，那配个黄色好了，不然配个白色好了，就是没有想过昨天搭配按用粉很浅的貂彩色，浅的紫色跟这种灰的淡绿色的感觉，可以做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啦，不用擦吧，这样也是可以啦。很偷懒，很多花艺课不行，对，不行，我们学习一下。对，就是其实我们法师底度买中了给法器，我有懂得剪。然后像我们很少接触花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要剪掉啊？不过会剪太的时间，其实都会舍不得，或者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剪，或是甚至要剪到哪里，这都是我们脑袋有非常多疑惑的时候。所以要剪到哪里，应该是先看你的花瓶的大小、高度。我先看你爱插嘅花瓶，算来上到用板，比如讲也头前也算係比较就算长形的花瓶，对。花器。那假设我们直接这样丢进去，看起来就是会太长。而且这边感觉又有点乱的，对，所以我们首先花买回家之后，花瓶准备好，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现在要的长度，我就可以比一下说花的长度，对，比较共冲呀，可能这样子就会比较适合。比如说这样，叶子整理掉之后，原本是这样子的长度，然后把它换成，应该是要差不多先决定好这样子的长度。对，先决定长度。那我如果先决定了好长度之后，用剪呢，把它就可以在这个你决定好长度之后，你可以知道说，对了，康乃馨，我把它折断，很容易断，康乃馨很容易断，因为它有节点，所以没有关系，不用紧张。然后我们要把它知道长度之后啊，我们剪了之后要知道说放在水里面的叶子要去除，然后去除的原因是因为叶子泡到水会容易那个黏贴，就是发烂，会粗，对，会臭，所以尽量下面的叶子尽量干净的把它剪掉，对，去除，对。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投平，对，然后有的高有的低这样。方向是不是要先决定方向？假设我现在正面就要朝前面好了，我要看的是这一面好了。好，糟糕。好，接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还要煮花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煮花，然后我只是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啊，像这个康乃馨比较容易断，所以我们很好折，然后插进去。那真正插花的时候要用剪刀，记得要用剪刀斜剪花材，卡给剪，是不是？对，让吸水的口变更大。就它喊它抖给水就超嘞，对，它可以吸比较多的水。好，对，然后我们可以继续。
好，那我们主花插的差不多之后，我们就可以插翠珠，我们的配花。翠珠，哪知道它的线条有点难掌握，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弯来弯去吗？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插，假设我这样插这一节就觉得它好像太歪、太斜、太翘了。好，那你这个先借我一下。对，该怎么办？像这个长长的翠珠，通常我们买到的时候会需要，就是插在花瓶里会需要分枝。那分枝就要用到剪刀。对，我们就用到剪刀。那分枝通常我们就会希望可以留下，我这样子你就不用那么辛苦，我放到。我们希望可以留下比较长的、最长的那一段花茎，可以插到水里，所以我就会这样剪，这边剪。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2支？2支都很长的。对，2支都很长。原来如此。然后这边底部也稍微斜剪一下，你就可以通常线条花会比主花稍微更长一些，要拉出线条，那我们就可以头品把它丢进去。哇，这样就多了线条。对，就可以有一些线条。那这个翠珠比较白，我们可以放比较紫一点的进去。紫色哦，就多一点颜色。对对对，紫色。紫色，因为一把花有时候买来，它颜色不一定都完全一样。那我还有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是我们这样子剪好花，我们长度就全部空后哎，不过带还会免退啦，那个茎它会有点烂掉。你说换水的时候，对，大概换水的时间，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把那个烂掉的剪掉？我会先洗一洗，就是刚开始前几天换水会修剪完之后，那个底泡水的地方我还是会洗一洗，比较不容易烂那么快。就是细菌都在那边，就顺便把细菌都洗掉，顺便把它洗干净。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真的穷面呢，就剪开嘞，都给剪开。会感染。对，其实这些还没插完哦，讲的研究都还蛮差的，还有当中内容老给法按用的来照顾也对我相信大家迄讲有买法，迄讲疏导法带种衣服卡都会唔对按用版处理。休息一下，等下种的节目当中再个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係講大家今年嘅母親節啦，上個次家來插一盆花，來送盆阿妹嘅花，嘅20天左愛好好來看咯，家下會要教大家按用版嘅披薩，按用版去市場買花，因為接下來我同大家來分享嘅福氣便利店，就係講買花進來係講阿妹疏導花上一盆花。變起來，做得變行較久度，做得看行較久度。剛剛有講一道，係講正經家嘅帶下有些免提嘅花，做得老幾剪提。不過一般日常按用版來照顧佢，要怎麼照顧它會比較好？通常收到母親節會收到，除了盆花之外，可能會收到花束。那花束的話，我就會建議媽媽們收到花束，可能要把包裝紙拆開。很多人會抗拒這件事，因為它外面好漂亮，對不對？按醬發擦丟掉，就是包裝紙去掉就會打慫。但是还是建议，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花更长久的话，建议就是把包装纸去掉，然后再把它们的花茎稍微修剪，然后放进长度水，大概不要动，平平的修剪，就是斜剪，慢慢的斜剪，然后插进花瓶里养水，这是最久的，就可以把花，就是你收到的话，你至少可以拥有1个礼拜。可是如果你只是放花束的话，可能大概3天吧，因为它那个水袋里面保水的水不够多，然后它不够花有养分吸收，对，所以。有人講比如講像按用插到水兜度，有人講不用買個蒜絲還講不用糖還是什麼
保存剂呀这些，还是放酒？不知道。保存剂还可以啦，保存剂就是可以少换水，可是建议还是不要乱放什么东西在水里面，因为好像花会受不了。对，我建议还是再怎么累都要换水。像我在店里就是总得调难系，花就会不好。对。哦，所以勤换水，记得1分1白。热天，1日2分1白。热天1日2分1白。冷天2日3日。2、3日做的。2、3日。因为法的台湾，它没办法适应热天，对不对？因为你看，像是那个人行道的花，到夏天都全部种成叶子。花种不活，太热了。对，太热嘞。故说太讲，就是记得按用嘅方法，就做得转到不卡好来照顾花哦。接下来我来茉莉一件事情，就是太讲就弟妈妈全部就懂群欠传家，尤其係客家嘅妈妈，我听讲你有是接过一类。也不算客诉，这不太算客诉，不算呢。可是他想退货，对，因为他收到国外的儿女订的花，然后妈妈收到之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老板娘，做得发腿万一应该做得往前走来吗？”拥抱会安用咯。明明嘅发唔好，爱咁打怂。我觉得东东妈妈因为真嘅太持家了，古时候就会吃到买法，就不用都给片，有种的吃，古时候就会吃到东打送。对，所以茉莉也开发了新的产品，不只有花。没有啦，就是会有一些客人他们会希望花上不只是送花，可能会像刚刚母亲节就会有蛋糕，我收到花也会收到可以吃的蛋糕。那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酒啊，有一些客人希望花跟酒可以一起，就是一边喝酒可以一边赏花。然后也有我做过比较特别的是上面放快塞。就是疫情的时候，快塞很难买的时候。我在照片里面还看不到快塞在哪里。那个蓝蓝的一哈，对，前面是酒，蓝色那个插出来2个比较高的花下面，对，优雅浅蓝色跟深蓝色的盒子，对，你也搭配的太好了吧？就是很和谐的隐身在这个花酒里面。对，然后我也有。印象中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也有妈妈会带着就抱一大堆零食来说，我可以请你帮我做成花束吗？零食花束，对我女儿看了好想要，很想带去跟全班同学分享。她生日的时候，小福就会跟妈妈说：“妈妈，我也要。”还好她生日是暑假，好可怜哦。对，我也是暑假生日宝宝，都不能过暑假。对，所以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客制化的花礼嘛，里面有放甜点啊、酒啊，还有热红酒包也有啊。对，其实蛮多客人我觉得有时候是客人很有创意啊。对，那我们就是相辅相成。对，你也把你的创意。或者是对客人的见解，对不对？对。因为有上次你就短短的按用看到记，韩国可能同佢聊一下天，也係讲讯息一下哎，你就会想讲他可能是喜欢什么样的样子。对，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花神在我旁边一样，那种花神就会说，就这样做就对了，果然就对了。这花神要从哪里请啊？我觉得我应该也要安一个花神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有小精灵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小精灵在我身边，一种美感的培训，这个好困难哦。可能不知道，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天生就是在做花的。就是天生就是在做这个行，就是很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不但没做呀，你不但是做广告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然后来做法，然后而且还做的这么好，这么完整。除了盆花之外，都像花礼，甚至连布置这些都有做到了。就如果客人有跟花或植物
有相关的需求，就是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解决问题，对，解决一个他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样。而且唐贡，你去家督导烦心的事情，心情都不会时间，你不会吃到赶快来一个订单让我插花，是不是？对啊，或者是因为那个有时候。因为啊，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控制的，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好。但有时候，比如说小朋友学校的功课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会考几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只能自己这样深呼吸这样。然后或者是有时候爸爸妈妈的烦恼也是你不能控制的，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就像小孩一样都摸烫法，对，所以你就会用花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压力。对，我觉得相对是疗愈的。所以对法来讲，是你的工作，没是你去搞有兴趣做的事情，也是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很好奇，你对法案了解？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这题我觉得没有，我应该是说没有什么花可以形容我，不是你是我，形容你哦，对我改题目了，依晴哦，对，我就觉得你就是像。刺芹你有看过吗？没有，它长什么样子？它长蓝色的，蓝色的。对，它就蓝色的，然后它……我等一下回去找。对。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刺芹？就是蓝蓟花，蓟花就是。我知道，刺刺的。对。炸炸的。对，它很耐。对，它就是它的生命力很坚强，纯嘎。对，它生命力很坚，它的生命力很坚毅。对，然后就像我觉得很多像你啊，然后你看节目做这么久，那么厉害，对不对？还是坚持在这个领域，就像茉莉一样。它的颜色就是很持久。然后它的颜色很耀眼，它是蓝色，它就因为蓝色的花不多哦，对，蓝色的花不多，所以每次我一用蓝色的花，人家都会觉得眼睛一亮。这样，你们觉得我形容的很棒？有，我等下立刻就去查。所以刺芹蓝蓟花蓝蓟花，紫蓟好，我等下节目结束，我就去查。古时候唔看茉莉伊对法案了解，短短按用嘅节目冇办法来同大家好好分享家嘅内涵，家嘅知识分享大家去家嘅高色地度，请去上课嘛，可以去上课嘛，对不对？对，可以。古时候今日什么茉莉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哦，谢谢。新梦，好，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跟收看，祝各位阿妹母亲节快乐哦！休息一下，天天来做运动。